Hello，大家好，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近日有網友喺社交平台上發佈咗一段幾個月前拍攝嘅的士司機同乘客爭執嘅影片，引起咗唔少網民熱烈討論。片中可見，乘客因為不滿司機找續嘅時候態度欠佳，聲稱對方夾雜粗口同態度惡劣，於是就掉頭返去錄影追究，雙方一度激烈理論。從影片可見，乘客語氣激動並多次以粗口鬧爆的士司機，而司機雖然表面上保持冷靜，但係從乘客嘅情緒反應同用詞嚟睇，推測司機喺找續時的確令乘客感到不快。事件據悉發生於幾個月前，但當時並未引起公眾注意，直到影片近日被上載到社交平台之後，先再次掀起話題。好撚雞上鏡啊！你而家兇鳩我啊嘛！我兇你，咁叫兇你啊？唔撚係兇我啊？吓！我叫你找錢，你話我乜撚嘢？你找錢唔撚係應該啊？你講乜都得啦。吓！你講，你睇下嘅周嚟咯，屌你老味，我使撚驚你啊！我好得閒。屌你老味，我要你找錢天公地道啦！你有咩兇鳩我？我有冇找錢俾你啊？你有找錢俾我，你揸撚住嚟兇鳩我咯！你咪我話你講乜都得啦。你唔係啊？屌你唔係，我會落嚟同你嘈。你慢慢啦，你慢。好啊！屌你老味，我使撚驚你啊！我冇話。屌你老味，係你 WN 啊嘛，6559啊嘛，得啦。你慢慢嚟。我一定慢慢嚟啊！屌你好撚得閒啊我。我都好得閒。係啊，咁咪得咯。我都好得閒。屌你老味，係我要你找錢唔撚應該啊！天公地道啊！你屌你老味，我揸撚住個45蚊，屌你老味揸撚住個5蚊，你自己跌撚咗關我撚事啊！咁我咪話得咯，自己揾咯。咁你又叫我兇鳩我你嚇？你話我乜撚嘢？你係咪話我乜撚嘢先？男人老狗講撚個做得到啊？你係咪係咁講先？而家邊個粗口難食先？你咯！屌你老味，係唔係我同你瓜打？我而家我叫你找錢啫嘛！屌你唔通我找乜為乜同佢做啊？戇鳩啊你都！你啱啱講咩撩交打？你咯，唔係你啊？咁叫佢撩交打？唔撚係啊！你話佢乜撚嘢啊？而家咁撚樣啊？你唔撚係啊？我而家要俾你屌啊！我而家做乘客咋？戇鳩啊你都！我都係一個司機嚟啫。咁你做乜撚嘢話我乜就而家做乜撚嘢咁撚樣咯？你話我乜撚嘢事啊？咁話？咁我俾1蚊你咁做。咁你做乜你講錯屌鳩我先？我幾時講嘅？你唔撚係啊？嗱男人做講得出做得到啊！喐手喐腳啊你！你唔撚係啊？你冇撚喐手喐腳啊？行埋嚟！屌你老味！你兇鳩我啊！等差人嚟。咪等差人嚟咯！我使撚驚你啊！真係嘅。屌你乜的士敗類！我叫敗類。你唔撚係敗類啊？屌你老味！我叫你找錢你兇鳩我，戇鳩啊你都！好啊！屌你老味！我睇你點樣樣咯！屌你老味係6559啊！你大撚把機會上鏡啊你！多謝你。係話多謝你。好啊！多謝你。影片下方嘅留言亦迅速累積，唔少網民各持己見，意見分歧。部分人支持乘客有權要求找足錢，認為即使只係幾蚊都屬於消費者權益，但亦有網民覺得乘客反應過激，太年輕火爆，指責其講粗口太多，得理不饒人。亦有人留言3毫只罰2000，今次5蚊唔知點算好，暗指過往類似事件曾經導致司機被罰款。同時亦有支持乘客嘅聲音，找足錢天經地義，唔找就報警。但更多網民就批評片主太衝動，今次片主蝕底，太年輕唔夠老練，講粗口太多。有評論更指睇返條片，司機識做，全場反而係乘客爆粗。亦有理性網民指出，佢話車資43蚊幾，俾45蚊找返1蚊好正常，但係司機可能唔想找。整體而言，網民普遍認為事件反映的士服務態度同乘客情緒控制嘅雙重問題。有意見指出，雖然金額細小，但禮貌同專業係服務行業嘅基本要求。同時，乘客如果遇上不滿情況，亦應該以理性方式處理，以免小事化大，互相激怒。你又覺得呢件事係的士司機嘅錯定係乘客嘅錯？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可以掃影片上嘅2維碼，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多謝大家收睇，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我哋下星期再見。